成立这10多档的研墨书会，是一个少年而且充满活力的团体。伫王慧文老师甲蔡天健会长的带领，曾经伫高雄、嘉义、甲金门等县市来展览。即届伫南区公所的邀请，14号上午伫公所的艺术空间举办开幕典，吸引未少的贵宾到场参加。一件作品都是大家的精心杰作，那过去已经颠覆过去以往我们对书法的一个认知。那其实每一个作品背后都有它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意象哈。那这次作品预计展出到4月30号。那我想我们的市民朋友来洽公真的是有福了，不但可以办好公他想要办的相关的那个业务以外哈，又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、欣赏一下不一样的一个作品哈。所以再一次感谢我们会长啊，也谢谢所有参与的人员，也预祝今天的展出开幕圆满成功。希望各位老师你们多多的应用这个场所，因为这个场所不很大，但是又不是很小，而且动向非常好。重点是来来去去的台南市南区的市民，包括一些需要跟洽公的民众，来来去去的人潮也是蛮多的。相信你的作品会得到很多人的共鸣。这届展出的作品总共有71把，有隶书、草书、篆书甲楷书等多种的书体，画写了工整，另外嘛有丰富德山厝的色彩，充分展现那书法嘛那画的意境。这一幅画就是听雨，雨它就是用一种意象的概念，再把书法意象化。这个雨，你看它就把它做成有在下雨的感觉，背景是一种繁花似锦的感觉，所以就有很多种颜色啊，看起来就是有花朵这样，就是把听雨和雨都是。和传统的书法不一样，那就走一种创新的路线，中间再掺杂一些小字下去形容“听雨”2个字的感觉，还有一些诗词这样。南区艺术空间利用公所的建筑开放式的空间，提供各界艺术家展现创作的上好的场所。这届展出期间，对3月14到4月30。提供市民到南区公所来办公，嘛用欣赏到研墨书会的艺术创作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